1930乌山头是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出版的青少年绘本小说。册中以嘉南大圳的建造者巴田与伊有表弟伊东者作为主角，叙述两个人伫咧建造嘉南大圳的时期，甲大圳女性相拄的奇幻故事。展册透过伊东者的画作，嘉南大圳的工事模样，描绘1920到1930年代各种工程人文风景。1930乌山头就是以嘉南大圳当作背景所写出的奇幻冒险小说。我们原作者谢江怡女士不仅文笔十分出色，想象力也十分丰富。花田雨衣以及伊东哲在她的笔下变得活灵活现起来。那么加上大圳女神的串联，整个故事充满着热血以及欢笑，也让读者也会随着剧情的进展而一步一步认识嘉南大圳的建造的过程，以及嘉南平原的人物风景。为着要让日本人嘛做伙当来欣赏这本有高历史情怀的绘本，特别欢迎新日本文伫咧交合之间由台南市长会特代表来赠送500本的日文版和日本的金泽市。私は市長に就任する前から。我在上任金泽市长之前以及上任之后，也都去过台南好多次，并且在2011年上任金泽市长的时候，第一次前往台南参加八田基市的追思活动。我在八田基市的追思活动里面也向仅代表金泽市民向台湾的朋友表示我最深的谢意。谢谢各位至今仍爱戴金泽出生的伟人八田雨衣。改めて金沢市民の代表として台南市の皆さん、台湾の皆さんに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市府特别选伫这天同时嘛是伊东哲131岁的名单，选伫这天由金泽市市长山野之一代表来受证。和伊东哲后代，阁有同胞买当嘉南做伙来思念伊。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